合作是必要存在的。我认为这是台湾的农业要走出去唯一的一条路，对，所以没有想要放弃过，只有想怎么走出去，怎么继续走下去。那想做的就是说，让这些员工、这些农民、这些年轻农民，有他们的工作，有他们的事业，可以一步一脚印慢慢来，慢慢可以在农村落地生根。雾雾嘅皮肤，浅浅嘅笑容，含前到40歲嘅高滋味，既然係一件農業合作社嘅組織。合作社生產嘅黃梨，外銷世界千多國家，一年產出超過新台幣4000萬。剛開始，佢搶係帶定協助阿爸嘅心情，進入卡聽書，冇想到親密，其實完全投入黃梨田行打拼。就靠一份痛想農民嘅心，佢帶領大家行出一條同傳統無相同嘅道路，未為千多後生人尋到一條轉福卡嘅路。一片係屏東縣高樹鄉嘅綠地合作社。可能千多人冇聽過，不過一片係台灣黃梨外銷嘅大本營。其實跟日本合作哈，我們大概合作了到今年大概第15年。那當然中間有很多的過程啊。當初這個客人來找我的時候，那他們就問我說：你種的東西，你敢不敢給你的老婆吃？你敢不敢給你的小孩吃，然後願意讓你的小孩也來傳承你的事業。如果願意的話，我們就開始馬上合作。那當下就決定就開始這樣子啊，從30噸、50噸到現在今年大概我們抓大概450噸的量，就慢慢增加。那他們也是慢慢成長。少年的11天，拄好係黃梨嘅產季。大批種採樹嘅新鮮黃梨，趕等愛洗過、包裝好，並到貨櫃度，準備出發送到海外。喺台灣，一粒金鑽黃梨大約100個元，唔過賣到中國大陸，2粒500個元都還賣到唔拉貨。正然係內地杯生出來嘅黃金鑽石。算來係那片新鮮嘅黃梨有安泰嘅本店咯。大早6點，南台灣嘅日頭已經青辣嘅。黃梨田嘅採樹工人熟練又溫柔嘅採樹黃梨，一粒一粒金黃又飽滿，就像四台厝共用，面到友誼台地杯，等等分裝過後愛外銷。佢係高滋味66年次，聘人喊佢黃梨王子。韓國後生嘅佢，就帶領一群綠地生產合作社嘅黃梨農友，創造一年4000萬嘅產出。對黃梨嘅栽種、採樹、分裝到內外銷接單，貨櫃運送，合作社地杯大大小小嘅事情，全部愛堂佢指揮。大概現在的話，要5點出發。那如果下個月更早，下個月就要再往前提早半個小時，4點半就要起床。因為我們務農，你就跟着太陽的那個每天起來的陽光，看它這邊幾點，然後陽光出來就工作啊。對，要不然越接近中午越熱。
田增光，紫薇就感到合作社亲身投入，带领大家做事情。金丹昌本台湾凤梨行业国际市场，和大大提高凤梨的价值同价值。如果你这车先刷出来，而且等下迄只胎仔爱上，那，落来上这刀。因为中午午休的这一段时间哦，阳光大，然后温度很高，第一那个员工会太辛苦，第二个是你在那个中午采的田间的果乐，那个果的温度也太高，所以中午这一段时间我们大概都是在期货场里面包装，田间的员工就这段时间就回家午休啊，有一些他中午还是要照顾家里，还是要煮给长辈吃啊。绿地合作社的成立，为采地的农民牵出一条稳定又有希望的出路。因为紫薇的坚持同努力，本一群年过800的老农民，大家都感恩天顶的大兵。好了，有啦，这要出来啦。我给您先找一遍，先找完那个讲。跟他配合的，大概从民国92年开始，一直到现在了，大概有10年了。合作以前不能计划生产啊，因为新一代的农民都会问说啊，你这个东西种出来以后要卖到哪里啊？怎么卖比较好啊？那跟志伟合作是，你今年要销售的多少量是去年就讲好了，哦，你可以很容易的说啊，这块地你是规划种什么，啊，种多少凤梨，啊，什么时候要销售？因为凤梨它是一个很好做产期调节的作物。所以你可以说，哎，我有多少地，然后我要怎么来规划它的销售那个日期是什么，期程是什么，然后就照这样来做的话，那我们就努力把土地跟凤梨照顾好就好了。所以对我们来讲，它会变得耕作会变得非常容易了。那时候会想做外销，其实只是一个单纯的想法。我的凤梨明年要卖多少，我知道我能卖多少凤梨，我知道有多少价格，所以我想要做这样子的事，因为这样子我每天睡觉的时候我很安心睡觉，因为我知道我的凤梨明年已经卖出去了，我知道我已经卖了多少钱，我知道我今年大概加上整地，加上我凤梨卖一卖，我有多少钱的收入，我大概可以过什么样的生活，我觉得我很满足，而且也很安定。叶片是屏东县高树乡，就伫屏东县东北部。北片话高雄市六桂区，东片是三天门乡，西片话李港乡，南片接盐埔乡。除喺东南方是西山呢，其他地方全部都是高平海东道支流冲积起来的平洋。天内改平，年均温大约28度。年雨量大约2500公里，是农作物生长程度好的环境。乡内种嘅凤梨、乌梅、枣梅、木瓜，品质都本大家婀娜。安尼就压出来。金本叶采收的凤梨是台农17号，人喊其金砖凤梨。
平均重1.4公斤，皮个朴，肉色个偏橙黄色，口感个油，清多汁。做得讲係黃梨嘅改果級嘅，3到5月係品質最好嘅爽米期。金鑽黃梨甜土果、純土帶，風味清好，連黃梨心嘅改嫩、高速度係非常受到歡迎嘅改良品種。喺日本2粒就做得賣到2000人元嘅日本錢，差唔多係600人台幣。那香港咧摘鳳梨哈，夏天嘅時節就愛做兩三副，兩副，個咧小頭，個安尼手頭，當做安尼嚟副啊，做。你用白話做？因為地尾吃過多，安尼嫩過多，咱嚟起入去嘅吼。就安尼行起啊，我安尼啊，我觸人，安尼做2副保護安尼身體安尼腳啊，那唔會安尼一粒油份啊，油安尼吃啊吼，過安尼過會觸人啊，所以講安尼冇做，要帶樹蠟味，要帶手安尼樹蠟味，樹蠟要帶好，啊望黃梨去吼，要觸到，冇帶啊，我觸到。我多嫩啦，帶好嘅，俺種好到夏天去熬黃梨嘅，用安尼白。為到愛帶屏東熱發嘅日頭，唔但將採樹工人愛全副武裝，一粒黃梨沒會帶帽尾防曬。還沒用帽子以前哈，我們是請師傅啊哈，然後把這個鳳梨的尾巴。把這樹葉都撥上來，這樣子，然後用一個竹片繞起來，把它綁起來，這樣。現在台灣只有老師傅了，年輕人基本上不學啊，因為這個用竹片哦，你在用竹片拉的時候，很多那個師傅的其實手腕都有一些職業病，而且它需要技術。那如果說你現在換成這種防曬帽，就稍微蓋一下，它速度很快。這個我們都稱叫做鳳梨的遮陽帽、防曬帽。它最主要是要防止鳳梨哈，因為它在成熟的時候，它要越接近採收的時候，它的果皮會越來越薄，所以會因為南部又太陽大，像現在7點多已經30度了，所以幫它蓋着帽子，讓它防曬，防止它曬傷。那另外一個就是說，它在採收的時候啊，我們鳳梨在運送的過程，有這個帽子包覆住的時候，它鳳梨果木跟果木比較不會碰撞，比較不會有壓傷。那接下來還有一點就是說，它很好是讓可以重複利用。它每一頂帽子哈，一年大概可以一個產季大概可以重複的3到5次，所以它每一次回收回來，那它的成本會降低。另外一點是你不用再去用紙袋啊，那個不可以回收，而且又浪費資源。郭子維係一個從小喺農村大嘅聲音呢，雖然日本人對做田色看到手驚，不過咩係佢做得成功打造鳳梨愛小王國嘅重要基礎。郭子維改造出了嘅，但唱喺屏東地區就有3500人公頃嘅黃梨園。一條農民辛苦為18整日嘅心血，唔但唱會面對國內市場嘅產銷失分，還會面對國外大價黃梨嘅衝擊。上外地內銷市場地位尋到一條穩定嘅道路，實在無咁簡單。故所以做出確定方向，愛行精緻化嘅外銷路線。以前的務農，你所有的東西生產出來，一顆鳳梨種了530天，然後這顆鳳梨的生命就在你採收下來，寄給盤商，寄到行口，就1天的生命。可是它那1天決定了你這顆鳳梨
是赚钱是亏损，可是农民他没有办法掌握。政治化外销，佮加上计划性生产，本国资委第2届绿体生产合作社跳脱传统农民本市场价值报销的命运。100公顷的耕地，年产3000吨黄梨，70%以上外销，韩国比例当年增加。大家都懊恼的稳定品质，唔但抢本合作社成为台湾黄梨外销的大本营。每本国资委2015年得到日本的铜赏奖。不过，当年政府并入过后的资委，本但一心就想要脱离农村，因为亲密还是回到故乡，还全力投入农业的世界呢。我回来其实是当时爸爸生了一场大病，那时候就是眼角膜移植，然后也脓疱性肝炎，那就回来，想说先回来，反正就先撑过，比如说撑了半年，爸爸身体如果好一点，那我也想自己出去再另外找工作，反正压根子就是不想务农。其实一个基础，你主要你技术学得起来的话，你有遐车啊。你来车啊，你还有一个技术，你要赚一寡所谓那很容易啊。是看你家己要做唔做安尼啊。路通人口高龄化是台湾农村的普遍现象。田荒的石头高劳力又会靠田食饭，后生人无马上做。學校畢業過後，常常會離開農村向內部發展。國資委咩係安呢？你看现在的国小，我们最主要的员工也好，契作的农户也好，最主要的客家人是在广福跟广新，就是离我们这边比较近，妈妈的娘家那边。其实这两个村庄的国小已经合并成为一个国小，变成分校，所以代表，在那个30-40岁生育的小朋友，现在刚要读国小嘛，大概是我这个年龄层60年代的，所以他变成分校的时候，他的国小有时候可能1年级只招收不到5个。因为关心野外的健康，國資委親密和係放棄自家本單的規劃，回到家鄉同阿爸聽書12星期，約一做就係6年。對有記憶以來，阿爸阿妹就係幾年無閒做田色，黃梨田就係建2兄弟嘅發通廠。對於個19歲嘅青年嚟講，這種勞動嘅記憶係改成又改難填標題嘅。那時候最忙的時候，就像爸說的，那時候開始當然有電話了，可是常常就是說，你早上5點，人家就會在家裡後面啊，在前面按電鈴開門，5點了起來了，今天的工作輪到我了沒？常常有時候起來，你看到外面10幾個阿伯啊、阿姆啊、叔叔啊，都在那邊等了。務農本身辛苦，其實開一引機也很辛苦啊。開一引機哈，農忙的時候哈，你可以一天哦至少10幾個小時都是坐在車上，然後那在車上其實也是很辛苦，因為都不平嘛，啊田間都是不平的，所以你如果那時候開就會暈車啊，因為不習慣會暈車啦，還是吃飯吃完又馬上開，暈車就會吐啊。60年代開始，台灣的農業漸漸的行向機械化。國資委的阿爸感覺到一種轉變，故所投入資金買一引機，開始同農民推廣。那時候一部一引機啊，回來啊一部啊，我要有去換厝，才要買2間換厝啊。迄種牛啊，它的工作效率低啊。我們就開發這個一引機，它在工作，效率比較高。工作方便的話，我們才會去種鳳梨啊。你如果沒有一引機的話，我們就沒有那種理念，沒有那種想法。我的印象中，爸爸那時候跟我說，那台機具他只花了1個月，他就把它賺回來了。
那台车说真的，因为买回来之后，没有人车的马力比我们大，整地方面需要深耕的，全部真的会来找我们，客户更多了，工作接的更多。所以爸爸那时候老实说，当下看起来会觉得说很疯狂啊，可是事实上，爸爸的他的远见是对的。啊，我做王仔生意的时候吼，迄阵啊，伫高树乡无人伫含咱竞争，这种务农的这种生意无人伫做啦。啊，拄啊，敢咱有伫采花梨啊，吼，今仔我礼你的，明仔食梨的，后日礼伊的，整个正方来，咱大家拢有熟悉，咱有迄个基本的人际关系啊。哦，啊，别人卖袂出去，别人迄卖价一啦，店价高唔便宜，迄卖价一啦。啊，毋过咱的时阵啊，咱摕迄个王仔卖有钱啊。啊，你做有钱，你就有迄个头壳会想要个做愈大，做愈快。吼，啊，从我伫遐去做王仔的生意，做差不多要20年。啊，从我累积一寡成本，等来，啊，我囡仔听我等来大汉啦，伊就有一寡本钱通去做头路啊。阿爸对务农专做推广，唔但将改善路卡嘅经济，大胆投资创造嘅资金，要成为智慧创业世界最大嘅后盾。另外，阿爸勇敢突破嘅性格，还有各位观察嘅精明头脑，要伫智慧嘅身方充分嘅展现出来。停开来的，一片係高樹鄉廣福村，大部分嘅居民係客家人。今半夜阿妹帶定智慧歸來看看嚟，路旁就拄到老人家坐啲路順吊涼。你冇出去唱歌？哈？阿婆，年多年的给当啊，啊，是唔哦，是看有白色喎哈。好，冇人看呐，行路风。唔怕啦，啊，你要來唱了怕嘛嘅？可以啊。佢都唱夾巴啊，我認唔起啦。個唱嚟，面對佢唱夾巴。係哦，會咩啊？佢唱緊咧阿點啊？高智慧童年時期嘅寒暑假，大部分就會喺阿婆屋企度過。一下茶，阿 Q 就帶定件上鄉祭祖。對吧？講什麼？嗰啲公司呢啲嘅家人咧，而家喐人喺來哦啊，表演出噶，喐人過信息啊，嚇，比人民成功啊。兼切啦，兼住喐下幫多啊。點樣幫到啊？小哥啲看看。大拜公年過節，阿妹就帶定件兩兄弟，向海歸到隔壁村嘅阿婆屋企。太人無限大嘴鼓煮飯，成日呢就喺煙嘅巷見教見料。溫暖又鬧熱嘅客家莊，係佢童年千難忘嘅回憶。好啦，俺給聽我上班呢。好，收咗係唔長苦誒，中央唔長啊都多廠噶啦嚇。好啊，好啊，好啊。阿經理人，好，再見，拜拜。好。坐我的貴賓桌啊，哈，不是。大哥，啊，你看，係啊。10冇，我10。我米七板頭米粉，我冇人多，我40做。係。中央。米粉加米七板係。啊，要加邊啊？嚇，要加邊啊？好，謝謝。嚟當初當冇加邊。好嘅。安尼哪位啊？大本咧？大本咧。白話哥熱情嘅招待高智慧同阿妹，就喺2-3年識到最歡喜嘅時節。白話哥向媽媽馮要求高智慧，我佢用客家話授記設家。我係高智慧，喺咧睇丘南市，爸爸係哪？河洛人，爸爸係河洛人，媽媽係大陸關人，係錯嘛？唔錯。啊！係唔錯啦。啊，那麼錯。係先文學都唔學。
好记唔得。踢球的啦，冇咩冇拖冇顧得拖咧，睇到滾唔錯。冇啦，佢細細個過要講，啊講嘅睇處理讀書嘅都記唔得。啊，經常係頭考嘛去講學話啊，所以佢過要堂啊講出個鐵突。他擺位念到好羅花，啊，他擺念到國語，三方夾到強下啦。三入唔會難嘅啦，唔會差。啊，彈球攏彈球。因為唔地是你好羅種嘅，因為講連他們迄個話吼，就講冇問題。對啊，2266。學花吼，學花上嚟都要環境啊。這種藝體適合教學花用嘅，其實生意中國都冇講學啊。只是教學。邊講都講建議嘅。對啊，中國都講建議，係啊。啊，冇人都咪嗌很細聲，嗌都教學花呢。所以盡量向啲當龜尾堂啊，講都講冇人曉講啊。要湯唔曉講。係湯唔曉講啦，講冇人練燈啦。湯係冇問題啦。係啊，湯攏湯油啦。湯一般湯攏冇問題啦。為到打入國際市場，高志偉改變頭擺農民單打獨鬥嘅習慣，對王里農民變做合作社主席。陸康人係志偉背後親重要嘅支持力量。去凤梨菜種了之後一陣薄嘅安尼摸會好咯，薄荷嘅啊，果海嘅刺果啊，有時把有啲嘅果嘅，去打下打分安尼原料，做原料果，啊好嘅，那做成嚟包裝安尼，啊果長嘅，邊黃嘅分開嚟包，啊冇強用嘅結價。去果槍喺出份加拿大，啊邊安尼日本喺黃嘅，係啊呢大陸有分兩種，佢哋喺廈門咧批發商場、批發店咧出黃嘅，啊跟咧連鎖店咧出喺上海過遠，所以要用槍嘅出安尼分，啊有其中。特別挑嘅安尼是把平台嘅做安尼國內安尼栽培。到擺到王里菜樹嘅季節，志偉嘅阿妹還係會親身上前線，天數獻王里。佢經驗真豐富，一看就做得判斷王里嘅狀況。故所佢總係去到最重要嘅位所，去託每一粒王里去到應該去嘅地方。就是一箱就是10公斤，5顆10公斤，6顆10公斤，7顆也一樣。合作社嘅分裝廠地杯，將菜蔬轉來嘅王里，當地進行清潔包裝，就大細小兔結天愛去嘅地方。生產線上大家分工合作，真無限。唔過一個景象是每張開始就安尼。做起志偉，搶係是以引機天數農民做整體團隊工，設家從南外種5公頃王里做副業，一直到2003年發生 SARS。92年 SARS 的時候，就為了一個報道說吃鳳梨可以抗 SARS， 吃番茄可以抗 SARS， 鳳梨從產地1斤8塊錢。飆到1斤40塊錢，因為那一年鳳梨大家賺大錢嘛，從那一年開始，大家就陸陸續續從6000多公頃一直飆到大概12000公頃。台灣的產量，好的是我的代耕產業多了1倍以上，每天就是有做不完的工作。那爸爸啦、媽媽啦、我啦，就三台車，那就每天都是全部都是在田間打滾的，就是幫人家代耕啊、犁田。可是經過了鳳梨2季以後，就是到了第3年、第4年以後，整個開始崩盤。那時候殺到大概產地啊，
1公斤大概剩下3块到5块钱，那个连成本都要不回来，不要说你还想赚钱，所以就面临到说，如果还要继续这样子下去的话，其实这个事业跟这个产业会面临到很大的问题。好在强势对日本来嘅黄梨天蛋为紫薇打开另外一条路，佢嘅天津港外销市场来分散风险。不过紫薇曾有一甲天，黄梨产量根本唔拉外销。學起幹嘅佢突然想到，同所有嘅小農民結合起來打團體戰。2005年，郭志偉成立嘅綠地生產合作社，亦係佢進軍外銷市場重要嘅第一步。其實成立合作社第一個目的是說，因為我本身我沒有大的資金，可是我有接到外銷的訂單，所以我第一個要滿足量的時候，我當然是去找其他周邊的農民。好，可是，在找的過程，以個人的名義，跟以大家都是合作夥伴、都是股東的名義，那個向心力不同，所以必須說，大家這是大家一起的，這不是我的，這是綠地是大家一起的，大家要一起成長。他肯为朋友犧牲他不会利刃独得，然后技术上他也不会说，看薄啦，你问我们在交流的时候，因为他一直有在做农事所的讲师啊，所以他在某些观念上或是知识上，他都不会吝啬于分享，说他知道的东西。有些人这个独门秘诀什么就不愿意分享，他不会啊，所以他希望说大家跟他一起成长嘛。那这对整个农村的带动来讲是非常有帮助的嘛。因为你照顾技术，它每一个层面都会有一个限制嘛。而且这种限制是需要透过很多你去各种农业试验所也好，改良场也好，要去听到以后，然后回来把这个好的技术散播出去，农民才会改善呐。认识志伟大哥，大概认识有超过5年了。我们认识是很好笑，我们是网友，因为我以前有在写部落格，他就留言，然后想说有空可以见面聊一下。认识了以后就慢慢的接触，也发现原来凤梨可以做得那么成功，就是可以外销之类的。后面大概在这2-3年就完全跟他配合，其实真的比较轻松啦，而且你也比较心安，因为有一个契作的方式，相对的，因为我有妻小啦，你有小孩了，所以压力总是会有啦。至少说一个比较心安的地方，让我们可以很勇敢的可以种更多凤梨，这样很像有一个家的感觉。就像我们现在看到后面都是大家一起共同努力，这样一起奋斗。我觉得这就是我想要的那种感觉。有啊，以后改变就大啊。佢係楊振利，幾年前喺長明路嘅建議下開始種鳳梨。半米長明路這個小基地同郭志偉熟識。經過思考，佢決定加入成為綠地合作社嘅員工。佢講熟識志偉太過金錢，唔但將所剩嘅鳳梨冇固定嘅銷售管道，本佢收入冇按穩定，未接上種到唔拉好。我之前做的，都是顧起來的鳳梨就差很多了，有些比較小，有些比較大啊。你照顧不好，人家來看你的鳳梨，人家要說，你的鳳梨怎麼那麼小，價錢就差了3-4塊了啊！就後來就是跟公司的老闆下去做，學習他怎樣去照顧，他都會去我們田裡看一看啊，欠肥料還是欠什麼的，他會叫我們去做，我們就是教他的方法去做，做一做，他都看起來可以哦。要下什麼肥料、什麼營養劑，什麼時候要做，他會教我們就去做，顧起來就比較漂亮，比較大顆。目
看到头摆嘅日子，真理讲，头摆嘅神发钱本期唔敢回头想，对福卡人没有一份亏欠嘅感觉。唔知要怎讲啊？讲到这个艰苦啊。可能係基隆市挺後生嘅。真理講，背面熟悉滋味，加入合作社過後，當日辛苦做事，連到將有一份獨特嘅感覺。每次到自家，韓國創業嘅阿爸誒。我是話講啊，我做忝忝，我等伊，囡仔款款的有誒無，我就當下就啊時間我就去困啊，我就袂想講要去教人佚佗有誒無誒啊，伊嘛工課，伫遐做工課都穩定啊，攏唔免驚啊無工課啊。佢係76年次嘅林尊生，幾年前剛退伍，先轉到路卡天數做田師，其他設家做得有韓國好嘅突破。故所充滿鬥志嘅尊生，主動尋到6T合作社，高職位長期先到合作社上班，好好對頭開始學，一鋪同基礎打好。不管私事公事，我去找他，他都會給我蠻大的建議跟觀念方向。他不會一味的以就是長輩，我食的鹽比你食的飯較濟，袂安尼方式跟你講，伊就是盡量講，他會把所有的利害關係分析給你聽，由你去衡量，說你要去抓什麼樣的方向或定位。經過15年了後，高職位又鼓勵尊生挑戰，轉型成為客家農民。一下尊生喺工作上唔但搶做得韓國獨立，連收入沒穩定嘅增加誒。我認識志偉哥大概7、8年了，蠻隨和的。對我來講，他就真的像我大哥一樣啊。加入合作社嘅農民，並唔是個受風險，也係同路嘅問題。不過建立6T 一個大家庭，曾係高職位夢想嘅起點。你嘅心肝度含有另外一個夢想。高職位同生產線的概念融入工作，花係幾多時間制定出一套生產管理嘅 SOP 標準作業流程，總算得到近來更多農民嘅聲音，要尋出一條可行嘅道路。台灣農業本來就是小農，它本來就是必須要被整合，因為你是一個地區性的小農，你根本沒有辦法去跟通路談說整個檔期的銷售。比如說舉例，像我們現在在跟家樂福好了，以家樂福來談，你至少每一天你都要供貨到全省70幾家門市，你至少讓它架上都要有鳳梨。可是你單一農民，你只有種1公頃、2公頃，其實你是很難去擴這個點。這個包含了採收，包含了集貨包裝，包含了後面的整個運輸配送，其實這些層層的問題需要大家一起來互相幫忙，然後有一個單位去整合所有的人的東西，去管控所有人的品質，然後去做整個調節，才能把這條線做好。可是單一農戶不可能，那外銷就更不用講。外銷基本上它是每一個禮拜固定契約多少量，你每一個禮拜的量就完全一個貨櫃就是一個蘿蔔一個坑，一個貨櫃就是15噸，你一定要擠滿15噸你才能出去嘛。你如果擠不滿15噸，那你的成本就會馬上拉高，而且對客戶也不能交代，會有違約的問題。除咗強下大餅嘅農友，6T嘅成功沒有感謝其他合作嘅對象。就像喺中國大陸有超過300間門市嘅原主食品同6T簽約合作，負責喺大陸賣6T嘅黃梨。
就是在我们公司之前的前几年的时间上，因为在采购上一直不顺利，然后所以我们就在这个产区上就寻找一个比较理想的公司，然后后来在一个机缘下认识了郭大哥，然后大哥他是一个有计划性生产、追求一个品质稳定的方式的公司。那在这部分上，因为了解他的作业模式后，我们毅然决然就是跟他进行合作采购。大哥的感觉就讲难听一点叫做兄弟啦，嘿，他就是一个很义气相挺的人。全力打拼嘅滋味，最好嘅舒压方式，就係帶定家嘅來請好朋友食飯打嘴鼓。見同樣都係對環境嘅永續經營有相同理念嘅屏東菜天人，大家做得共下了係滋味兩公婆最好嘅放鬆同充電方式。做起來之後就要先素燒啊，And people come and say, 老闆, I say, 拍謝，哇，太老闆，話術講人。Yeah, just goes all really. 由於發牌嘅台灣西郎，揾到羅約翰，咪係一件農莊傳統嘅主人，係滋味嘅好朋友之一。Dr. Pineapple. Well, Dr. Ong Lai is a very good friend of 我弟弟，我台灣人弟弟 ，Big man, big heart。应该他是说很容易亲近的人，而且他非常的踏实，这是我们对他的感觉啦。他不是非常的夸他的哇凤梨多好吃啊怎么样，他非常的踏实。葉片係另外一個滋味好去拜訪嘅地方。除太做得本滋味嘅身心變強鬆，好朋友本期嘅肯定同鼓勵，要支持滋味繼續向前邁進。其實他跟他認識啊，到現在不知道為什麼，他好像變成我們的家人哎。對，除夕夜，然後中秋節，什麼節日我們都會在一起。認識郭志偉大概4、5年的時間，差不多。我發現這個年輕人真的是不簡單啊，因為他幫助很多的老農，很多的那個種鳳梨的老農民哈，他長期在農村看到一個現象，就是鳳梨一直賣得不夠好，哦，所以做了合作社，然後這幾年把它做得很不錯，因此把鳳梨這個產業慢慢，本來是茶餘飯後大家吃個鳳梨的一個搬不上台面的水果，但是被他這樣子慢慢的去行銷。現在的鳳梨真的是哇，很棒。今晡日拄好係母親節，兩個讀小學嘅小人呢，講學校有辦法通，為阿爸天初嘅帶定阿妹來參加。嗰所從事家庭同小人嘅兩公婆，啲工作無閒意嘅團到了後，講乜嘅咪按臨時期奧多拜趕過來。中场还可以去收尾，我们从这边嘛，这边嘛。
他一天上班13个小时，我一天上班17个小时，差不多。他是5点上班，回到家已经9点10点了。那我有跟他沟通一件事情，就是最重要的时间就是晚餐的时间，一定要留给家人。不管你再怎么忙，你还是要回家吃晚餐，或者是即使没有在家吃晚餐，我们一定要一家人出去外面吃晚餐。那你吃完晚餐，你要再处理自己工作上面的事情，你再出去处理。可是那一段时间是非常重要的，因为是一家人可以凝聚的时间。重要的时节，伫归属嘅家乡吐露风，乡下去脚喝茶，係规家人最快乐嘅时光。對新人嚟講，根本嘢做得同也愛鄉下過日；對紫薇兩公婆嚟講，很卡做得尋時間聊一下。風強強嘅吹過來，規家人享受團圓嘅天倫之樂。你看，快下山了，下完山，然後既然下山就可以去吃飯。下山我要在那邊玩火腿。這個做容易將。阿妹嘅家庭觀念改傳統，就像大部分嘅客家人共用，從事家庭改後規家人鬧鬧熱熱共下食飯，一家咪做唔得少。好，開動了。講到食飯，我家負責煮食嘅阿妹，好鬧熱，好煮菜伴大家食。唔過我家人團圓食飯嘅時節，佢有一個家傳嘅規定，食飯愛專心，做唔得講話。耶穌打錯6天合作社嘅滋味，謙虛講自家還唔算成功，因為佢心肝度嘅夢想還唔前完全實現。我們的上一代、上上一代，我阿公那個年代，我爸爸那個年代，從我小時候有的記憶，幾乎每個家庭都是3代同堂。小學在辦春校聯運運動會的時候，3代同堂跑步是好幾隊在參加報名。可是現在農村沒有這種景象，對，所以如果說我現在最想是想讓農村有這種朝氣，所以我也很希望讓我的員工的家庭，每一個家庭都是這樣，回來孫子阿公就接，阿媽就抱，你就覺得哎那種和樂的感覺，對，就很喜歡。原來打造一個老有所終、終有所用、幼有所長嘅幸福家園，真係看到滋味心肝度正經嘅想法。